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 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導覽開波前 CLS 行先 ，Like 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文藝復興嘅黃金三角集齊咗三個完全唔同嘅人生同性格，簡直係藝術史上最精彩嘅一場天團對決。上一集本公子就同大家認識咗嗰位交課睇心情，搞到老闆頭都痛埋嘅達文西，簡直係最令人嚮往嘅變態佬。今集就重點八卦下另外兩位巨匠米開朗基羅，就係實力超勁、技術無敵，但性格孤僻到冇人頂得順嘅最唔討好嘅 I 仔。至於另一位主角拉斐爾，佢就係高顏值啊、高情商啊、高效率啊，但係早死嘅人生勝利組。呢三種人生喺藝術史度形成咗最奇妙嘅對照組。喺我哋深入拉斐爾同米開朗基羅嘅愛恨情仇之前，再定調一下達文西。始終佢嘅唔負責任同拖延症係襯托另外兩位極端工作模式嘅最佳背景。從老細角度嚟睇，達文西簡直係文藝復興史上最唔靠譜嘅一方。想當年呢位大佬喺佛羅倫斯撈唔掂，唯有硬住頭皮去揾米蘭公爵 sell 自己，仲唔夠膽講自己係畫家，而係用我會設計坦克同射程最遠嘅大炮呢一種軍事 KOL 嘅姿態去推銷自己，最後先至喺自薦信最尾順便補上一句，係呢，其實我都會畫客畫咁啦。結果點呢？公爵交俾佢嘅嘢唔係城牆設計，就係武器改良，全部都係啲冇辦法實現嘅天馬行空 FF 幻想。最經典就係嗰尊巨型嘅騎馬雕像，佢只係用泥膠做咗個圓形，跟住就好瀟灑咁樣冇晒下文啦。雖然佢留低咗堆積如山嘅筆記，但係大佬你件成品呢？佢呢種交差能力負分嘅致命缺點，竟然憑住一幅蒙娜麗莎一秒洗白，一炮成名。世人唔單止唔再鬧佢拖延，反而覺得佢呢種不為五斗米折腰嘅爛尾任性係自由灑脫嘅極致。所以達文西呢位拖延症始祖就成為咗藝術史上最令人嚮往嘅變態。離開達文西呢位任性大叔嘅自由國度，就同接住落嚟我哋要講嘅兩位巨匠形成咗極致嘅衝突。首先要帶大家認識一下呢位工作狂米開朗基羅，一個孤傲嘅肌肉控變態佬。跟上我陳公子，我哋一腳踩入米開朗基羅嘅孤傲地獄啦！呢位可以話係最唔討好人嘅變態佬，由佢嗰幅憂鬱又充滿皺紋嘅肖像畫就睇得出。佢嘅個性相當偏激，生得唔靚仔唔係罪，不過好難相處就肯定係個狠角色。佢俾人嘅感覺係孤傲認真，但係絕對唔討好，簡直係認真到令人心痛嘅類型。但係如果單純比實力同勤勞，佢絕對係三巨匠之中嘅冠軍啊！佢流傳落嚟嘅傑作數量係壓倒性地多，而且佢活到88歲，喺當時嚟講已經係人瑞。呢點亦俾咗佢有更多時間去折磨自己。佢嘅代表作就係梵蒂岡嘅西斯丁禮拜堂天頂壁畫《創世紀》，規模超級巨大，足足有36米乘13米。佢竟然差唔多係自己一個花咗4年時間完成。據講佢因為呢4年一直惡起個頭畫畫，搞到條頸都直埋得唔翻落嚟。佢簡直係用條命去證明自己係個凡事親力親為嘅極端工作狂。呢種極端嘅性格令佢成為咗藝術圈嘅曲高和寡表表者。佢完全唔相信人，甚至連同期喺梵蒂岡工作人緣超好嘅拉斐爾特登走嚟參觀，仲讚佢俾個叻佢。米開朗基羅竟然可以好唔客氣咁反問，我睇你係想嚟偷師學我嘅技術係嘛？佢對人嘅不信任程度咧，已經去到變態嘅境界。佢呢種完全唔相信合作伙伴同部下嘅態度，雖然造就咗作品嘅完美度，但又令佢孤立無援。佢嘅偏執甚至延伸到材料採購。傳聞呢，佢連雕刻要用嘅大理石都要親自走去意大利出名嘅產地卡拉拉，由採石場入邊親手挑選石材，然後運翻嚟。雖然我哋知咁大嚿石唔可能一個人搬，但呢種我乜嘢都要親眼睇過先至收貨嘅態度，完美體現咗佢作為藝術家嘅極度掌控欲。當然，最令人講唔停嘅係呢位大師嘅肌肉控傾向。
佢畫嘅人物全部都係渾身肌肉，連女人都充滿肌肉，唔細心睇都分唔清係男定女。佢出名嘅雕刻作品大衛像極度強調肌肉線條，亦有人話呢個可能係佢將內心嘅慾望完全呈現喺畫作入邊。而佢另一幅大作《最後的審判》，人物最初係完全赤裸嘅，最後都係樞機主教覺得實在唔係咁妥當，向教皇進言，先至叫佢補翻塊布上去，遮翻住耶穌個股菇。不過呢位難搞大師雖然疑疑，但係最終都係會乖乖交貨，呢點就勝過達文西一籌。佢就係一位咁孤傲、認真但係唔討好嘅天才，憑住壓倒眾人嘅傑作，奠定咗佢係一位最唔討好人嘅哀仔。講完呢位孤僻嘅哀仔工作狂，下一站我哋要光速轉場，跳入拉斐爾呢位人生勝利組嘅陽光國度。拉斐爾係三人當中最早死嘅，只係活到37歲。但係呢位高效率嘅人生勝利組最勁嘅係佢嘅作品數量竟然比長命嘅達文西多得多㗎。呢樣就唔係單靠天分可以解釋到啦。佢完全演活咗咩？係生命唔在乎長短，只在乎活得幾精彩。首先，佢生得好靚仔，好有女人緣，簡直係當時嘅萬人迷。佢過住一段嘅快樂人生，有出名嘅女友、麵包房女兒，又同樞機主教嘅侄女訂過婚。佢張肖像畫就唔憂鬱啦。如果佢長命啲，肯定會成為好似代表威尼斯嘅提香咁，成為代表羅馬嘅大師。可惜佢英年早逝啊！佢係被世人譽為聖母子畫家，接咗梵蒂岡出名嘅拉斐爾房間等等多幅宗教畫同埋歷史畫嘅大作，足以見得佢喺當時嘅藝術地位。對當時嘅大畫家嚟講，最能夠代表身份嘅題材就係宗教畫同歷史畫，唔識畫呢兩種就唔可以獨當一面。拉斐爾喺短暫生命中可以留低海量作品，就係因為佢好識做生意，根本係職業畫家嘅典範。佢好積極又擅長管理，佢嘅工作室請咗好多學徒，等佢哋幫手大量畫畫。雖然作品大部分係弟子畫嘅，但佢好有老細之道，會負責最後嘅修飾。咁即係都算係出自佢手嘅作品啦，至少個嘜頭都係拉斐爾。佢交遊廣闊，好有社交手腕，所以先有咁多人揾佢訂畫。呢方面係另外兩位巨匠完全追唔上嘅。喺技術層面上，拉斐爾嘅角色係集大成嘅實踐家。佢所代表嘅西洋古典繪畫最大特徵就係透視法同明暗對照法。呢啲技法雖然由達文西奠定理論，但拉斐爾係將呢啲理論完美實踐嘅人，為後世幾百年嘅西方繪畫奠定咗堅實嘅基礎，令佢嘅作品成為後世嘅標準範本。佢喺梵蒂岡嗰幅著名大作《雅典學院》更係呢位社交王展現玩心嘅傑作。佢將當時最受推崇嘅哲學家柏拉圖畫到成個達文西咁嘅樣，而厭惡世俗又難相處嘅哲學家克拉克里特自然係由米開朗基羅扮演。佢自己就扮成古希臘畫家阿佩萊斯啦，喺畫嘅最右邊。佢呢種將自己藏入畫中，又偷偷將兩位競爭對手擺入角色嘅做法，真係充滿玩味同高情商嘅幽默感，搞到幅畫充滿晒話題性。果然係識玩先至識欣賞。雖然佢係人生勝利組，但係心裏邊可能都偷偷羨慕嗰位自由自在嘅大叔達文西。拉斐爾成日都接到要畫聖母子嘅訂單，可能好羨慕達文西可以次次都挑戰新事物喎。畢竟佢訂單太多，接咗單就非畫不可，冇得好似達文西咁任性爛尾。而米開朗基羅雖然孤僻，但佢嘅孤傲亦令佢可以無拘束地完成嗰啲超越人體極限嘅巨作。喺不負責任同唔理人哋點睇呢兩方面，拉斐爾可能都係心有餘而力不足。如果面對變態嘅人生選擇題啊，可以答話三個人三種生活。一個係爛尾拖延但最自由嘅達文西，係最令人向往嘅變態；一個係勤奮高產但最孤傲嘅米開朗基羅，係最唔討好嘅毒 L；一個係高顏值、高情商、高效率嘅拉斐爾，係人生勝利組。不過就算三巨匠喺藝術上有幾高成就都好，佢哋三個都係冇結婚嘅單身狗。聽到呢度，唔知大家心裏面又有冇平衡啲呢？
最終結尾能夠喺現實同夢想嘅權衡之中攞到平衡嘅係拉斐爾呢位人生勝利組。佢成功咁結合咗天分同世俗嘅智慧。佢雖然早死，但係活出咗最精彩、最高效、最快樂嘅人生。節目又嚟到尾聲，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訂閱，留言話我知下一站想去邊。如果有得揀，你又會想做達文西、米開朗基羅，定係贏咗全世界但早死嘅拉斐爾呢？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